君拜见陆亲王。兄弟，兄啊，免礼，免礼啊！谢小王爷。小王爷，等姑娘的姿色较袂歹吼。马大人啊！你的眼光啊，太平常，分明的天仙，迄个美的娇容的。规世上啊，来句的情，轻我含羞，花的不香的。姑娘的错处。到行机的，你可有的亲仔人，伊的相机。连君本是迄个薄命理，终有亲人啊，难相依啊。虽然你离了啊，到异乡的中必有可听，在心乡啊。今夜真关，心宽宏，关怀照顾，有的相。当姑娘，请上座，同饮一杯。等姑娘，你唔通辜负小王爷的生前甲太爱啊！是。请。当姑娘，请。这辈子，就算我为文公主干杯，但愿文公主安然无事，一步平安。哎呦，行好啦，哎呦，我要忝死！哎呦，高头我哎，忝死！哎呀，人若老无路用啦，啊，小可行一个大汉腰酸背痛，哎。高头啊，我即马咧甲你对对的，你就较袂酸啊，休困一下吼。是讲漂落啊吼，啊你这查某囡仔是安尼遮尔啊单纯，搁贤惠，心地又搁善良，像你这么乖的查某囡仔吼，后日啥物人若是去娶着你，迄都是前世人修来福气啦，是讲偏偏啊吼。高头啊，过去的代志啊，你有讲这要创啥物？哦。表爷，那你即马就会当放心吗？你是安怎，哪搁忧头苦面呢？咱拄则伫咧龙王庙有求一支签诗，迄签诗毋是伫咧讲有一句，伊讲啥物？相逢临门意，盛开时，你来看卖咧。相信过偌久，你就会当甲表嫂见面啦。吼，你看。
安尼。是讲红婆啊，若阵仔讲吼，连滚去互你找着，我看有哪无路用啊啦。人无得较早就嫁别人啊，我看吼，你也是白费心机啦。阿青，嗯，连军绝对袂变节改嫁，伊连愿死也袂辜负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时间无早啦，来等来等。飘落，你甲阮阿一声倒转去，我家一人要踮遮四过行行咧。无咯，这外口风这么大，我是惊你的身体。哎呀，我家己会照顾家己，你莫遐搞话好。无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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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红婆啊，啊你是啥物意思你啊？人漂流是关心你呢，你哪会这样也唔真好歹哈？哼！飘落，因为我实心情真歹，所以我的话讲了有较重，你袂见怪吼？无啦，我要来见怪。高长，啊，咱倒来去。好，好啦，咱转啊转啊转啊。行。即马已经是手尽当初，连军，你连一点仔消息都无。花地寒霜断枝消，青鸾展翅去悠遥。第一美人须面目，落魄京华一百桥。第一美人。落魄京华一百桥，无非是咧讲中央第一美人又要在行啥？敢讲当年军来到行啥？断枝消，叹青鸾去遥。假使当年军若是真正来到这个行啥，这位公主一定是来找伊的。当年军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哎，公主，请入座。姑娘，我甲你素不相识，你叫在下有啥物代志是？请问公主贵姓？听你的口音，好亲像是外地人。在下姓文。祖籍华阴，姑娘，你若是无啥物代志，在下告辞。哎，文公主，
疑惨。路甲无买来分解，莫非心慌如滚擦。我顺安是老实人啦，啊老实人哦，绝对袂讲白贼话啦。任何一件代志吼，若是讲对我的嘴讲出去吼，绝对是可靠的。郡主，你是想要问啥？你做你尽管问，我会老老实实回答你。你随带小王爷去长安，总共甲迄位第一美人当年君见过几摆面？一摆嘛无。啥物？小王爷无见到当年君？是啊。哎哟，这件代志若讲起来吼，迄是足好笑的啦。小王爷安尼欢欢喜喜哦，要去彩虹楼看迄个当年君啦。啊，一进门哦，吼，每一个歌姬都赏因一两银，另外阁赏一条珍珠，互迄个宝母，是要互当年君做见面礼。结果呢？结果安怎？你紧讲。唉，原来迄当年君哦，都已经无住伫咧彩虹楼啊嘛。啊，迄宝母贪财咧，啊，就另外去叫一个歌姬叫做金香来冒充做当年君。小王爷吼，阁为着伊吼，互掠去关一暗呢。唉，讲起来实在是真毋值啦，啊！啊，若是讲为着当年君吼，互人掠去坐监，这模样阁较差不多咧。是讲吼，迄个当年君吼，迄确实有影足水的。自我顺安食到遮大汉哦，我头一摆看到遮尼水的姑娘。啥物？你敢毋是讲毋捌见到当年君？啊？对，我拢毋捌看到，毋捌。顺安，你咧讲白贼吼？无，老实人袂讲白贼。迄小王爷都毋捌看到当年君啊，小的要哪有法度去看到伊啦？你拄则毋是讲，自你食到遮大汉，还阁毋捌见到亲像当年君遮尔水的姑娘？是小的吼，拄则有啉几杯仔酒吼。安尼大概我咧酒醉啊，安尼我咧醉啊，迄酒醉讲话无算是的呢。郡主，你是毋通将伊当作真的呢？大福晋吩咐小的讲，都爱去亲王府遐送礼物，我煞袂记的。是，有小的故事。爱你亲手准备这么济点心，你哪当会起？小王爷，恁大伯父在世时阵，对你是比芦苇搁较疼爱。即马伊虽然去世，我这个做大伯庙的人，加疼爱你几分啊，这嘛是应该的。多谢大伯庙。
君身体有较好无？弟弟的身体20多年来一直拢嘛是安尼，有时阵就较好，有时阵就较艰苦。虽然讲是无啥物严重，却是一直拢无法度让我长紧。小王爷，有一件代志，我不得不问你。假使有一天皇上若是真是立你如意做太子，你大概敢袂介意吼？大伯母，这点做你放心。依照弟弟的身体，将来你若有可能继承一国之君，就是父王要立弟弟为做提君，弟弟也无法度让我接受。弟弟早有讲过，如意聪明伶俐，父王早就应该下旨立如意为做太子。家和万事兴，就是一国也是共款。既然弟弟身体大健，而且3位皇帝又不年又入了，如意乃是父王亲弟，将来好条的江山，若是由伊继承，弟弟绝对无半句怨言。皇后已经点头答应，上亲王也情愿让得。皇上更加是对迄个心肝内伫咧宠爱如意，看来如意做太子再也无阻碍了。将来我也用伊稳稳当当做一个大清国的皇太后。太子定为媒，再骗王婆归类，云红披上李平推，两位高中要公差。辽宁为东，表为家，黄岛别离调算定，赢家比文来。小王爷，神拢完全照你的吩咐，亲身带人来布置这立媒阁。小王爷，你唔有满意无？吼，满意，当然是满意呀！相信当年君若是看到，伊一定也真满意。马头，咋？小王当当优秀啊！谢小王爷。 11月25，决定下个月25日迎接当年军进入美国。是。